谢小清讲法师，我是尊贵的三度固仁波切的弟子。那昨天我们介绍了多杰雄登的法相，也了解到为什么要认识菩萨或者是护法的法相。同时，我们也明白，就是说，供奉佛像并不是一场偶像崇拜，而是最重要的还是它背后的一种佛法深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天该怎么向多杰雄灯做供养。那之前有介绍过怎么设立佛坛，那设立佛坛过后有简单介绍过一些供养。那今天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去讲解一下它的供养每一个供养背后的一些含义，比如以及每一个贡品背后的一些意思。那在具体的在进入多杰雄灯法门的供养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就像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供养。那以及为什么要做供养？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供养和为什么要做供养的话，那我们每一次所做的供养，基本上其实就等于是那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那其实就很多人可能包括之前的在学习佛法之前的我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佛首先是我们要为什么要佛像，这个昨天已经讲了。那如果说佛菩萨已经是圆满正悟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给他做供养？那我们供养是这何必沦为这种形式？而且，那他们有些人就告诉我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其实是为了让他们欢喜啊，让我们可以累积功德。然后我想，那佛菩萨不是正悟吗？他们既然已经是正悟的，已经圆满正悟的，就必然不会有情绪，那为什么要取悦他们呢？所以这些种种的问题，我相信其实现场的一些朋友可能也同样也想过。事实上其实佛菩萨他的确是他已经是圆满正悟的，所以他当然也没有世俗的一种贪嗔痴啊或者执着之类的，所以佛菩萨是不需要被取悦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每天做那么广大的供养，有些人的供养其实还有一些时候特定的时候，在法会的时候，有些供养甚至是堆积的，就堆得满满的，堆得很高。那从整体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东西呢？那事实上，其实当我们在给佛菩萨做供养的时候，我们真正要供养的，并不是那一尊佛像。其实说了我们昨天解释过了，佛像其实它所代表的是那个背后的具体的含义。我们所要供养的其实是佛的功德。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说，佛之所以会成佛，是因为他经历了整个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就佛果。在那整个过程里面，佛他很严格的守戒啦，他很精进的修行啦，最后他了悟了空性，也升起了菩提心。是这样子的一种功德或特质，才是我们要供养的对象。我为什么要供养他呢？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供养，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自己种下善因，那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够成就同样的一种果位。所以这基本上我们所供养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我们自己本身为自己种下这样子的善因。所以佛菩萨并不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佛菩萨真正想看到的是我们能够同样的达到他们那样子的成就。所以我们的转化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但是作为怎么说呢？当然我们不能只能说，我只要有内心的转化，那基本上我就不需要形式上供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那外部的供养，因为外部的供养其实也是表示它是一个努力，它是一个提醒，它还有其他背后的一些意义。那现在再介绍一下供养的类型。那佛教的供养呢，一般上其实它有分为，尤其是藏传佛教，它有分为，简单来说，这是最简单的分类，它分为外供、内供和密供。那所谓的外供呢，就其实顾名思义，它是属于一种比较表面外表上我们看得到的一种供养，比较具体的。它一般上所供养的，你从陈列出来的供养品，你可以看到那些其实都是偏向让我们
的感官呢能够得到一种愉悦的东西。它的作用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累积功德，能够消除我们那种牵令。那另外呢，内供就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有时候可能在法会里面看到一些僧人或者是一些领诵师，他们有在做一些内供。内供呢，它是比较具有一种象征性意义，它通常是有一杯酒来象征在修行上和真语义上的转化。那是内供，这简单介绍，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没有修到这种程度。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密供。密供呢是只有经过灌顶的人才能够修的，那它主要是观想这几根本尊是为义的，透过这样子来消除我执。所以简单介绍就是外供、内供、密供。所以一般人我们每天在佛坛上所看得到的供养，一般上的属于外供。那现在我要介绍的主要是外供，因为那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供养。那外供呢，又分为极尽供和愤怒供。那前几天有提过极尽供啊、愤怒供。那什么叫极尽供呢？那极尽供它主要是根据从供品上，其实我们看可能有些人不太分辨得出它差别在哪里，虽然是有差别。它最重要的差别其实是背后的含义。同样是没事，它同样的都是背后的含义。极尽供它所供养的是能够取悦我们感官的一种各种美好事物，它的作用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累积功德和消除我们的一种吝啬和牵令的一种情况。那所谓的吝啬，包括财务上的吝啬啦、情感上的吝啬啦、时间上的吝啬啦，各方各面的吝啬。比如说不想跟人家分享佛法啦，那也是一种吝啬。为什么做这样子的极尽供能够让我们消除我们的一种牵令呢？因为其实它背后的一种思想根基是这样子，它这个基础呢，它其实建立在我们对美好的事情，我们都有执着，对不好的事情呢都会排斥。所以当我们供养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一来我们能够为将来享有同样的东西种下善因，二来呢是让我们学习将美好的事物跟其他人分享。所以如果说我们常常那么做，那就能够减少我们很吝啬的一种心理，那继而也会对许多事物看开和放下。那简单介绍了极尽供，我们接下去将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讲解，包括每一种供品。那介绍了极尽供呢，我们就谈另外一个愤怒供。愤怒供所供养的东西是比较特别的，它供的其实都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恶心的事物。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供养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烦恼和不快乐，其实它来自我们对世间万物，我们都有一种二元化的一种分别。我们分，比如说我们有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觉得是美的，我们喜欢呢；我们对丑的东西，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觉得很厌恶了。我们对我们认为的善良的人，我们会喜欢靠近啦；对觉得邪恶的人，我们就避而远之了。我们对香的、对臭的，其实这些二元化的这种分类，这其实是在我们心里呢是一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如果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是这样子。那事实上，如果说深入一点去想这个情况，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是造成烦恼的原因，也是造成纷争的原因。因为你喜欢的可能未必是别人也喜欢的，你不喜欢的未必是别人也不喜欢的，所以大家可能会针对这些这样子的事情而引起在意见上引起一些意见上的一种不合啊，或者是你喜欢的他也喜欢，那大家就有了一种争执啊、争吵那种情况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对东西的分类啊，好和坏的分类，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分类分得太清楚了。其实这些都叫世间法。那世间法呢，最常
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世间八法。那世间八法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很喜欢得到成功，喜欢得到一种力量，我们不能接受一种衰败的情况。我们对快乐，我们很喜欢得到快乐，我们不愿意感受到痛苦。那我们很想得到称赞，不愿意被人家讥讽。我们很想得到声誉和荣耀，我们不愿意遭受诋毁。其实这就是世间八法。作为一个佛教徒，其实最简单的一些每天的自我检查，就是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什么感觉？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开心啊？那别人责骂的时候，我们立刻是不是觉得愤怒了，或者很沮丧了？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感受的异常强烈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世间八法是非常强的。那世间八法强的话，其实那就表示我们的二元化的概念也是非常强。那其实就是我们烦恼的根源。所以做愤怒供这个供养呢，它其实就是要消除掉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这一些二元化的喜欢啊、不喜欢啊、讨厌啊、善恶之类的一种概念和区分呢，很多其实是源自我们的一种对自我的一种看法上的执着，或者是自我的一种喜爱、偏爱的事物上的一种执着。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除这种执着，在修行的方法上，其实其中一个供养呢，就是做愤怒供。那我们想，为什么我们怎么可以供一些我们觉得恶心的东西给佛菩萨呢？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恶心，是因为我们本身还有这种二分法，我们还有很强的世间法，我们还有强烈的我执。那佛菩萨特点是什么？佛菩萨跟我们最大的分别是，佛菩萨一心想到的只是别人，他们其实已经没有对自我的一种执着了。那佛菩萨已经圆满证悟了，所以对我们所供养的任何事物都好，他们其实并不会觉得恶心，只要是我们认真的、很真心的去做那个供养的话，他们都会接受。所以，那这样子的一个愤怒供养呢，它怎么去让我们消除掉，就是我们的这种执着呢？那你就要开始去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执着？其实每一个人的一种习性吧，执着，它其实来自过去你所犯下的次数。比如说你前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非常执着的话，那你到了这一世，如果没有刻意用力的去改变，或者是环境并没有特别去教育这方面，叫你放下的话，其实你很自然的，你可能刚出生就是一个相当执着的人。所以很多这些那么强的执着呢，它其实是受到我们过去的一些业的影响，过去所累积的恶业。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愤怒供养呢，它其实能够帮我们消除，透过帮我们消除这种二元论的一种限制呢，让我们没有再受到各种这样子一种概念的限制，所以才能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二元化的分法，没有这么分的那么强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效的去避免恶业，也能够减少我们的恶业。所以刚才只是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要做极尽供啊，为什么做愤怒供。那介绍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开始进入多杰雄灯的具体的供养。那多杰雄灯佛坛的一种的设立，基本上我们之前讲过了，我现在可以很快速的再介绍一次。那所以所设立的每一个护法的一个佛坛，基本的佛坛吧，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主尊在最高和最中间最中央的地方。那护法呢，位置稍微低一点点。那有了主尊，有了护法像之后呢，你的佛像的右边呢，我们放佛书、佛经；那左边呢，放佛塔，那分别代表佛的身语意，那是最基本的。那有了最基本的设立过后，那我们接下去要讲的就是供养。前面的那些都是供养。每天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我们每天起来，不管那个佛像多么简单都好，即使只是一张佛的一个图像，那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清理佛坛，把佛坛不只是佛坛啊、佛像啊，还有周围包括地上啦、
你的细尘啦、干抹地的啦、附近的窗帘啦、附近的窗子啦，这些全部我们都要把它扫干净。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很认真的去想，我们迎请的其实是佛，而不是普通人。那你想象，其实你请一个贵宾到家里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那如果你请的是佛的话，那必然更应该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就表示我们并不相信佛的存在，我们也不相信我们所做的供养，是真的是供给佛的。那同时我们也不相信说我们每天做的一种祈愿呢，是真的有效的。所以其实这样子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看一下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有多大的一种相信。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检查自己的方法之一。那每天清理佛坛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做最基本的供养。最基本的供养之前介绍过的其实是水供。那水供一般上呢，水供呢一般上分为7杯或者8杯。那7杯其实这7杯或者8杯其实并严格来说其实并没有说谁对谁错，其实那只是一种传统啦，或者是一种习惯上的不一样，它分别都有很好的很殊胜的含义。那7杯呢，一般上我们指的是因为了纪念说佛在出世过后，他立刻就朝4个方向他出了7步，那就是7杯基本上要代表的。那当然它也代表还有更深的一些含义。那8杯水呢，它象征其实佛教它有法轮嘛，法轮上它有法轮是由8个符条来支持的。其实那8杯水代表的那个八个符条，那个八符条呢，其实就代表的8正道。所以这只是简单介绍一下。那为什么要供养水？我之前说过，供水呢，是因为水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的东西，而且水是很干净的，水是健康的，水是甘甜的。而且我们最重要，我们也不会为了要得到水，为了要去供水而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所以供养水呢，每天供养净水，能够让我们累积很多很多的一种功德。它能够让我们的行为变得纯正了，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清晰了，让我们身体健康了，能够让我们消除业障了，种种。所以供水是每天最基本的供养。当然，供水有供水的方法，这些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细说。基本上最简单讲，就是每天供水的时候，就7、8个杯叠在一起，从左供到右。那收水的时候呢，就一杯一杯把水倒在一个干净的桶里，那从右到左，就这样子是简单的。那杯跟杯，我们在供水的时候，杯跟杯之间其实是1厘米的距离。那杯里的水跟杯缘之间呢，也是1厘米的距离。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留意的。不能说有些水位高，有些水位低了，或者说有些杯子放得太远了，有些杯子放得太近了。这是当然，它还有一套。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做水供的一种基本的方法。那这是最基本的。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做最基本的。那因为可以用它象征其他的8供。那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除了水供，我们其实还可以增加8供。那8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外供里的极净供。那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那八个供养，它分别是两杯水，一个花，一个香，一个蜡烛或者是灯光，一个香水或者我们称为涂香，一个食物和一个声音或者一种娱乐的一种供养。那第一杯水呢，它是饮用水。其实表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迎请客人，比如说我们请佛过来，就是迎请客人。那迎请客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给他一杯水，让他解渴了。那其实是给他献上所有美好的一些好的一些事物，好的饮料，让他解渴的意思。那第二杯水呢，其实是他给佛的一个洗脚水。它其实是不好意思，第二杯水是给佛的洗脚水。那
就是在古代印度吧，当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首先给他喝水，能够让他洗脚，因为他们早期的路上也是都很多灰尘嘛，所以他们前来客人到来之后都会洗脚了才会进屋子，这是礼仪。那接下去呢是花代表什么？其实花、香、蜡烛这些东西，它都有个别的含义。花代表世间一切的美好的一些美丽的一种事物，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观想说，我们已经把全世界的花都供养给护法，供养给或者是包括后面的主尊。那接下去是香，香是供养一切的香气，所以我们要供养的时候也是要去观想说它怎么说呢？越丰富越好。那接下来灯光主要供养灯光主要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种智慧，所以光你可以用蜡烛啦，你可以用电子蜡烛啦，或者是你要用酥油灯呢，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涂香可以是用香水，或者是你可以用藏红花，在水中放上藏红花，这个样子也是可以。接下去是食物的供养。食物的供养呢，它是传统上是用朵玛，朵玛就是一种由麦啊、青稞粉啊、乳酪啦、牛奶啦、蜜糖啦、黑糖啦，就是三白三甜组成的一个食物的供养，再加上酥油花组成的供养。那是需要经过一些特别的训练才能够我们才懂得怎么做的。所以一般家里如果不方便的话，就不做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一种朵玛或者狮子的供养。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来取代？我们可以以任何食物取代，比如说我们可以供饼干啦，我们可以供水果啦，就是在那供养的杯上面就可能放一个苹果，或者放一包饼干。这些都可以，或者是放一个面包，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是现代人的方式。声音的供养呢，你可以传统的是用一个法螺。那如果说我们如果不方便，有些人可能他居住的地方离开这些佛教文物中心并不靠近，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以任何代表声音的、代表娱乐的东西作为供养，比如说有些人家里可能有一些乐器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模型啦，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你可以卡带啦、CD 啦这些啦，都可以。但是如果当然可以的话，我们当然尽量做一些传统一些的供养，或者是你可以。再没有的话，其实也可以有一些铃啊，那些就是摇铃啊，那些也是可以来当成一种乐器的一种供养，它是一种声音的供养。所以这是基本上呢，这就是极净供普通的一个表面的，就是它的代表性的事物。就是再讲一次，第一杯是水，第二杯是水，第三个是花，你可以是玻璃花，可以是鲜花，鲜花的话就要每天换。可以是塑胶花，只要是美好的。水花，接下去香，香就是我们烧的那种香，你可以是藏香，可以是汉香，可以是其他的，就是任何其他的香都可以，只要是美好的。那接下去是蜡烛或者是电子蜡烛，或者酥油灯。再接下来呢就是香水或者是要放藏红花都可以。接下去是食物，再接下去是声音的供养，这总共是8供。那8供其实它其实有好几层含义，最简单的含义当然就是很表面的，表面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当客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给他些什么东西，我们为他献上的一切美好的一些事物。那第二层的含义呢，它会稍微深入一些，它供养美好的一些第二层呢，它供养美好的事物，其实主要是要种下一些善因，让我们将来不会缺乏这些东西。
就是说，如果我们供食物，就表示我们将来不会在食物上有一些亏缺。那如果说我们供的是再看看，比如说我们供蜡烛啊这些，其实我们在智慧上不会有亏缺，是这样子一种意思。那第三层呢，那是比较深入的一个含义。不好意思，这里有点干扰。那第三层呢，它的含义是，主要是我们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是我们所供养的东西，都是我们喜欢的。那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供养上去的话，它其实是让我们学会了去割舍。一般人其实都不舍得，怎么说呢？一般人都不舍得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别人。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供养呢，我们都把最美好的东西都供给佛了。那透过这样子来学会割舍，学会放下。那长期这样子供的话，我们的一种吝啬的心理就会逐渐减少。所以这次供养的这大概是基本的3层含义。那供养，那刚才讲的是在供养的一些内容。那供杯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供杯，比如说如果很穷的，家里很穷的，或者是没有当时所居住的环境其实是找不到更好的一种工具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其实用塑胶杯也是可以的，甚至用纸杯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当然条件允许，在大城市啊，经济条件是比较丰裕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水晶杯啦。其实最好可能甚至有些人还是可以用黄金打造的杯啦，或者是银打造的杯啦，这些都可以。其实是这种是根据我们的能力，你有能力的话就做多一些，没有能力的话做少一些。其实佛菩萨不会在意。其实佛菩萨不会在意，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吝啬，我们是不是只愿意对自己好，而不愿去付出。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极尽供。那讲了极尽供呢，我们讲愤怒供。那愤怒供的内容可能就会比较特别。怎么说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图。哎呀，愤怒供养其实那一天在介绍护法修持的时候，这里看得不清楚，或者是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愤怒供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看一下那些我们的五蕴花。是怎么样子的？那如果看得到的话，其实在这里可以看一下。OK， 可能有点不清楚。最靠近佛坛的那一排就是极尽供，第一排是给宗喀巴大师的极尽供，第二排是给多杰雄的护法的极尽供，那第3排呢只有7个杯子的。那一排就是愤怒供。那你看一下那愤怒供跟前面2排的极尽供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了之后，我们再解释一下那个区别在哪里。那从表面来看呢，具体来看，我们所看到的愤怒供从我们的左边到右边，第1杯是红茶。第2杯呢是一个有眼睛、有鼻子，有舌头，就是耳朵，但是全部位置有点倒错的那个是叫愤怒花。那第3个呢是香枝，但是其实它是交叉的香枝，那个叫愤怒香供。那第4个呢是蜡烛，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蜡烛。那第5个呢，它其实是啤酒或者是一些就是酒精类的一种东西。那第6个呢，它叫愤怒夺玛供，或者叫愤怒石供。那一般上我们可以用有特别，你可以到一些佛教文物中心去购买去请那种愤怒夺玛，或者是如果说有经过专人训练的话，有曾经在
自己的上师的一种教导下，或者是根据传承的方式来学习过的话，你可以做亲自做愤怒夺马。再不然呢，你可以用一些红色的食物，比如说苹果或者苹果之类的来代表，那是愤怒，因为红色是代表愤怒的一种颜色。那接下去呢，再接下去就是音乐，那个就基本上是法螺，其实跟极进贡的那个它的外表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其实，那它个别代表什么东西呢？这愤怒贡，第一杯那个红茶，其实愤怒供养，其实它是一种，它其实涉及一种观想法。其实在多杰雄登护法修持的介绍的时候，我有说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忏悔或者忏悔罪过和净化业障的修持法，那其实是叫补过仇供。那在我们在修补过仇供的过程里，其实我们要做一连串的观想，你观想做的越多的话，那个效果其实是越好的。那当在做这个补过仇供的时候，整个观想呢，其实就是观想我们自己本身的我们的身体是其实我们的身体是由三毒构成的，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贪嗔痴啊，有我执啊，我们才会在轮回中不断的投生，所以才有了这个肉体。所以我们观想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体，然后空行母呢，它就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一部分的切下来。所以这个我这个就不多讲下去很长。那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愤怒供呢，其实等于就是说，空行母把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人形身上，由贪嗔组成的那个肉体上，空行母把这些东西身上的东西一块一块的切下来，一部分一部分的切下来。那第一杯呢，它红茶代表什么东西？红茶代表鲜血。第二杯呢是愤怒花，那愤怒花代表我们所有的，因为它包括眼睛了、耳朵了、舌头之类的，它象征我们的一种感觉器官。那第三杯呢是交叉的香枝，它是象征骨头，我们身上的骨头正在燃烧着的骨头。那第四杯是灯供，那灯以前古时候的灯是用油制成的，是油灯嘛，所以这个灯供呢就象征人体的脂肪。那再接下来呢，供的是啤酒，那象征胆汁啦、我们的尿液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液，全部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肮脏的东西。那接下去呢，是一个红色的愤怒夺马，它象征什么？象征我们的肉，就是空行母就把我们的身体肢解了过后，那就一部分一部分的就把我们的肉一块一块的切下来。那接下去最后一个呢，那个海螺，它象征什么？象征我们的大腿骨。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有大腿骨头。那骨头古时候的西藏人，他们可以把骨头啊、人骨啦，就制成一个怎么讲那个笛子。所以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就是包括其实很多人刚开始接触护法的修持的时候，就对这个东西有很多的疑问啦。看到念诵到这部分的文的时候，大家就有点害怕了。事实上，其实这些其实都不是真实，我们并不是说真的是把一个人切下来啊，这肯定不是。佛教根本是主张杀生的，连蚂蚁都不杀，怎么可能会杀人呢？所以它是一种观想，主要其实是让我们消除我们自己本身的一种恶业。切下来这些污秽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样子，每一天都是在这样子排掉一些污秽的东西，我们的汗啊，我们的体液啦，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并不是叫我们不保护身体，其实而是说我们不要执着于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之所以有这个肉体本身，它就是来自因为我们的执念太重了，因为执念重，我们所以才会不断的在受破轮回，有了这样子的轮回，我们才会痛苦。所以修这个法门其实是
主要是让我们净化掉我们过去的一种罪业，由贪嗔痴所引起的这各种罪业。所以你就说，哎，我们这样子来观想的话，那不是很不好吗？观想把这些肮脏的东西供给佛菩萨，我们不是应该供养一些美好的东西吗？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佛菩萨刚才说过了，佛菩萨没有分别心，他们不会觉得那是不好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供之前，我们还其实有透过观想，就是说，空行母是很慈悲的，帮我们做了这部分的肢解的工作，再把每一个部分，我们的肉啦、我们的骨头啦、我们的脂肪啦，都分门别类的，把一杯放好来，而且它排列好过后，还把它化为甘露，再把它供给佛菩萨，或者再供给护法。所以这就是愤怒供，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其实有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介绍是供养内容，所以今天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再接下来在前面的那一排呢，大家会看到有5杯，一般上护法供养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供养有5杯，那个叫誓愿供。那誓愿供一般上的内容呢，不同传承供护法或者不同的护法呢，它的排序有点不一样，但基本上大部分内容都是类似的供护法。那它包括比如说多杰雄灯的，它的第1杯呢从左边算起呢，它第1杯是茶，那第2杯是牛奶，第3杯是糌粑，第4杯是乳酪，第5杯是啤酒，或者是酒精类的东西。那茶呢是任何茶都可以，一般都是我们供红茶。那茶是在西藏早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东西，所以在通过供养茶，它让我们就是累积的这种就是它的功德啊，它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唤醒我们的一种感官的一种功能。它供养它，其实我们是能够祈求多杰雄灯给予我们很快速的一种帮助的。那第2杯是牛奶，牛奶呢是因为我们一般上说喝牛奶，小孩子从小都喝牛奶，牛奶其实是一个非常就传统上相信它是非常丰富的一种含有丰富营养的一种物质，所以它象征说我们供牛奶的话呢，我们能够得到修行上的养分。那第3杯呢叫糌粑，糌粑可能有些人不熟悉，糌粑其实是西藏的一种青稞粉。如果说我们现代人找不到，或者是我们不在西藏的话，我们买不到青稞粉，我们其实可以用普通的一些麦粉来取代。那无论是麦的青稞呢，它其实青稞在西藏尤其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食物早期。那青稞是任何人都能够吃的，都可以食用的一个营养食物，所以它代表让人能够得到强壮的一个体魄。第4杯呢是酸奶，酸奶是一个容易消化的，那能够让人家平静的一种食物。所以供酸奶的话，其实是有一种平复我们过度愤怒的一种能量，它能够让我们拥有这样子的一种能量，让我们比较平静下来。那最后呢，其实最后是啤酒，酒或者是啤酒，这个跟密续的一个比较有点意义比较有关系。在密续中，我们喝酒呢是能够，它就是它的饮用的酒精，它并不是一般人酗酒，我们为了想要一种微醺的感觉啦，或者是有些人是为了酗酒而酗酒了。在密续里，它的饮用的这酒精呢，它是能够化为内在的这种成就的。所以供养酒精，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密续上的成就。这个是比较深入的。那这是誓愿供，所以我们前面的这几排，我们在佛坛上面的几排供养，我们都简单介绍了。那你接下去，如果说你留意到的话，如果说你有这本金刚道的话，或者是你去有一些西藏人的家里的话，也许你会看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个是黑色的。再仔细看一下，这是一个黑色的，有些是唐卡，这是一张图。那这张图里面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它里面有跟护法有关的各种东西，护法常常会用到的，比如说护法的盔甲啦、护法的法器啦、他的武器等等。那供养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中文叫甘孜，甘孜其实是藏文的音译。
那供养，你想象你供护法盔甲，你供护法器了、武器啦和他的各种需要，那目的是什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供养这些东西给护法，希望护法能够保护我们。那保护我们之后呢，让我们避免我们的协助我们去对抗我们的恶业。所以这是供甘支的一个意思。那这些讲完这些过后，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们会留意到，就是说在佛像的两侧，就是有这一个有四个瓶子，那4个瓶子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饼干，就每一侧都有一大一小的，所以总共是2组。那在佛像的右边呢，佛像的右边就是佛像的右边，它有一大一小的2个朵玛。那大的朵玛其实是宗喀巴大师的朵玛，那小的呢是宗喀巴大师眷属的朵玛。那佛像的左边呢是多杰雄的护法的朵玛，大的是多杰雄的护法的，小的是多杰雄的眷属的朵玛。所以这就是一些基本的供养的。那除了这些呢，当然我们还可以供更多的。其实如果要的话，那越多越好。我们可以供曼达拉，我们可以供金酒啊，我们可以曼达拉、金酒，还可以供什么？其实你可以另外再附上鲜花啦，你可以放水晶啦，这些只要根据你自己本身你觉得赏心悦目的、你自己喜欢的，甚至也可以供药材啦、五香啦，这些都可以供。只要是新鲜的，那你真心去供养的话，所有美好的东西，或者是每天有你去购物的时候啊，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啦，或者是什么的，也可以拿来供。那这些是多出来的供养。其实供养其实是没有局限的。刚才介绍的那些是属于简单的，就是在传统上简单的和比较复杂的供养。那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这是我们每天可以为护法做的供养。条件不允许，那就只供7、8杯清水。那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就供一套宗喀巴大师的极净供，一套多杰雄的护法的极净供。再可以的话，那再多供一个多杰雄的护法的愤怒供，再加一个寺院供。那基本上呢，那就相当完整的啊。当然还要加上2组的朵玛。那甘支图有的话，当然是更好的。其实我们都希望它护法能够更快速的帮助我们嘛。所以这些供养，那当然如果你在进行闭关的话，这些东西就是必须的。那如果是日常的话，就看条件怎么样。当然护法不会因为你少供养而不高兴，多供养其实得到好处的是我们。Okay, 所以还有要提醒就是说，贡品呢，其实我们是要每天换的，就是新鲜的，比如说水类啊、茶类啊、酒类啦、乳酪啦、奶啦，这些都要每天换。那至于朵玛的话，比如说这个放在瓶子里的这些饼干的话，其实就可以不用每天换，但是也不要无限期的放在瓶子里让它发臭或者是变质。那每隔一段时间呢，可能1个礼拜啊，就是几天啦，就换一次。那所供养过的这些饼干之类呢，你也可以拿去送给其他人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讲完这些东西，所以我还是要再次的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为什么做供养。其实三宝或者是佛菩萨，或者在这里我们讲的是多杰雄德正悟护法，它是我们的福德的质量田，功德福德的质量田。就像至尊帕本嘎大师他在掌中解脱里说的，我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可能我用口语的方式。他说，假设我们有一块很肥沃的土地，我们不去耕种，而让它荒芜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可惜。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个资粮田中累积福德的话，
这将会更可惜上100倍、1000倍。他讲一般人如果我们要修善的话，我们要累积一些功德的话，我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我们希望有更好的一个来世，以这样子的一种心去，就是不要我希望至少我相信轮回了，那我不希望我自己会到下世道投生下三道了。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来修的话，那至少呢，我们才可能怎么说，比较可能累积到一些功德。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这一世做任何事情的话，其实那是不容易累积功德的。但是供养佛菩萨却是例外的，因为佛菩萨本身它具有特别的一个加持力，所以如果说我们本身还没有办法去相信来世，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轮回，或者是我们半信半疑，但是通过供养佛菩萨本身，我们即使不具备那种希求有一个比较好的后世的心，我们也为将来成就佛果种下了一个善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讲，因为其实依靠佛田是能够得到殊胜的果实的。再用更简单的话讲，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的是一块好的土地，你有一个良田的话，即使我们不善于耕种，因为土地本身由于它是很肥沃的话，它同样也能够结出果实。这种比喻就好像说，即使我们其实是很无知的，我们是很无明的，那我们所做的一些供养，其实都不是为了希求好的一个来世。但即使什么都不知道，但只要我们真心的去供养佛菩萨的话，还是能够累积到好的功德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做供养。所以每天做供养是很重要的。那我讲今天时间我已经严重超时，那今天的介绍就到此结束。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一下。这网络有点卡。对，不好意思。愤怒一因丢，愤怒供是不是只能供养给护法？如果我的佛坛有佛像，也有护法像，那我的供养是不是要准备2份？那基本上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有佛，其实我们供的话，通常就是你有那些，如果假设你有宗喀巴大师，你有护法像的话，那其实就要供宗喀巴大师，供护法。基本的就是每一个一套的极尽供养。那愤怒供呢，这一般上是供给护法的。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供？誓愿供给护法，那能够做到当然是最好。今天的问题好像是这样。最近常常有时候网络有点看得不是很同步。OK， 目前看到的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其实可以用写的。那我可以用书写的方式给大家回答，或者是你们可以亲自前来克什拉佛教中心。那我们可以找我们的讲法师，我们任何讲法师都随时都愿意为你们提供答复。这里还看到一个问题 ，Nick Sebastian， 供养清水会不会显得很吝啬？不是应该茶还是汽水吗？其实不会，但供养清水本身，它本身刚才解释过了，水本身它由于它本身的特性，
水的特性，它很柔和、很甘甜，而且它很容易获得。我们不会为了它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供清水本身，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它是很殊胜的。那其实如果你要另外供茶或者供汽水，当然也可以。好，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好，今天的介绍呢就到此结束。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做一个回向，简单的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语，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此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谢谢大家，明天再见。